Hello。铁花村的朋友们晚安。今天村长不在，所以那个村干事跑上来。铁花村今天晚上的表演，署命会带着。署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阿美族的青年哦，他今天会带着都兰部落的孩子，然后会带着我们这边有一位帅哥美女做演出。我们给署命最热烈的掌声！铁花村今天晚上的演出正式开始。大家晚安，我是署命。有没有跟海报长得一样啊？还是有像吗？有像海报里面的人吗？更帅，本人比较帅。那我永远跟你们保持距离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帅。我来自台东哦，今天是台东人，然后回家来唱歌。我的部落在都兰，我本身是阿美族的，纯的。没有踏到卑南族的，有没有泡到布农族呢？好，带一首阿美族的歌谣，这首歌《欢乐已久》歌献给各位，今天就大家会开心一点。嘿呀哈呜啊哈呀，嘿呀嘿呀。
咿呀。